寧安護理嘅每次活動都會以特別嘅方式開始同埋結束，門上有清楚嘅歡迎標誌，令長輩、同工、家人同埋義工都可以知道活動即將開始。建議活動可以多元化，所有組員都能夠參與，容易理解，有樂趣同冇挫敗感，讓長者選擇佢哋有興趣嘅活動，用佢哋喜歡嘅方式參與。寧安護理目標係同每個長輩進行個人接觸，要確保長輩可以喺活動中活出真正嘅自己。我哋可以預備對長輩有意義嘅物品，有長輩中意抱住洋娃娃或者動物公仔，因為咁樣會感到安舒。佢哋想關懷手上面嘅娃娃，令佢哋感到有自主權。我哋亦都會同家屬、長輩、同工講出背後嘅意思，保障長輩唔會被標籤幼稚。進食方面，提供食物同埋飲料係寧安護理嘅標準元素。大部分長輩都有營養不良嘅情況，當進入安舒嘅狀態，比較容易有食慾。食物種類可以係任何長輩中意嘅食物，甜點可以增加熱量，時令水果都會非常吸引，而果蓉或者嬰兒食品就可以俾有吞嚥困難嘅長輩。留意可以預備暖水，因為有長輩係唔接受凍飲㗎。每次活動都以明顯嘅方式結束，例如係播放結束音樂，感謝長輩嘅參與，俾佢哋掌握活動已經結束啦。